怎么办呢？要是回去的话，肯定就要去试玉萍了。若我不是金皇还好，但万一是我，那又该如何是好呢？难道我真的要远嫁异族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一生一世就再也见不到王大哥了。静儿，郑兄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心里委屈，所以来陪你聊聊天。谢谢你。郑兄，朋友之间当坦诚相对吧。你说真心话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是男子汉，当以家国天下为重。你们怎么都这么说啊？以国家为重，以社稷为重。可是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呢。我是女子，凭什么要担负这么大的责任呢？不是你让我说真心话的吗？静儿，刚才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，给你压力。你是我的朋友，更对我有恩，我怎么会让你牺牲自己，委屈自己呢？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抉择吧，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三妹，随着你的意愿，去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。我想好了，我是女子，没有你们男人的胸襟，也不会牺牲自我的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的决定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既然我已经下了决定，那我就准备逃跑了。哎，你帮人帮到底啊！你要跟我一起逃跑，哎，行不行嘛？李靖，我知道你藏在萧府。既然我杀不了你，那么你就去和亲吧。这位就是靖公主，有倾国之貌，望特使明日玉萍宴血时，莫认错人了。你为何要帮我？是什么人派你来的？特使无需理会太多，只要知道这位是靖公主便可。没事放这么多守卫干嘛呀？
萧小侯爷怕有刺客来伤害公主，所以才严加防范的。哎，到底哪个是后门啊？你这里不是常来吗？其实我也是个路痴，从来就不变方向的。哎呀，我说公主大人，你既然不认路，为何一直在前面带路呢？那我又不知道他们家有这么大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就让表兄画个地图了。哼。马上好了，别动！哎呀，让你别动，你还动，你看都是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是阿莫和表兄的声音啊。别动别动！他们两个死对头，怎么会在同一个房间呢？你行不行啊？怎么不行啊？你别乱动就行。你这么乱来，被人看见怎么办？这深更半夜谁会看得见啊？你别说话了，乖乖听我话。来，可是没什么可是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来，你都弄了3个时辰了，还没弄好。谁让你长得那么丑，怎么易容都不行？我知道我长得丑，想把我易容成公主太难了。可是眼下，能替公主的人也只有我呀。好了，我替公主先谢谢你，你再稍微忍一下。我这易容膏是从西域弄来的，很快就会帮你弄好的。放心，不会疼的。谁？什么人？公主。静儿。阿莫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，太冒险了。我是心甘情愿替公主的，而且我并非皇亲，就算是滴血也不会有反应。公主，你就让我去吧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金皇。异族所说的金皇和亲，很有可能是陷害我朝的借口。而且，他们再三的提出要求，让我去滴血试金皇。万一他们早就打好了主意，要让我和亲呢？我跟萧阳已经想到了这一点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替公主去和亲。那之后呢？你会委身异族？阿莫会等到了异族之后，再找机会脱身。阿莫，你就别骗我了。你若是以我的身份和亲，万一被发现了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就算不被发现，你也不可能脱身的，因为你一旦脱身，就会陷我朝于不利，就会让异族有陷害我们的机会。所以，你最后只会自尽殉国，是吗？阿莫，你舍不得让我和亲受苦，我又怎么舍得让你为我自寻死路呢？阿莫，陛下，7日期限已到，我想您不会再借故推脱了吧？宣公主进殿。宣公主进殿。见过父皇。这就是朕的6位爱女。晋公主何在呀？晋公主身体未愈，不便见人，就让这6位爱女先去试玉瓶吧。好，那就先试过再说吧。